乡所有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福喜来嘞。2礼拜是爸爸节，第2位先祝福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。当然，今半夜的节目，安尼是来应景一下，韩国的本大家谈到和安尼客家创作歌手，身为爸爸记得多大样板技术写歌，韩国唱好听的歌曲本大家谈哦。首先来欢迎的是新手爸爸郑崇伟。兄弟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郑崇伟，我是梁张业的王雅的爸爸。哦，你是人讲的菜鸟爸爸、新手爸爸哈，欢迎你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了解呢，几个做阿爸哈，下久的时间呢，咪系安尼客家创作歌手魏世祥。大家好，我是魏世祥，我是5年经验的爸爸。哎呦，你看到几个梁张业，系咩事情哈？让梁张业听哦。菜逼爸。哎，刚刚嘛那去了，哎，那怎么比亚多？其实我差不多。那5年梁业，差不多。有啦，刚下你上节目以前，我们老家来的是变做好朋友，强下在搞嘞哈。哎，讲到哎呦。哎，你底下当场来关心几一下呢？有啊。做爸爸用班会辛苦哦。来，分开。哦，辛苦你咧，当辛苦用班应讲。因为我不用性题目好嘛，所以佢对外家休息，所以我是爱一家图我的来儿。一声音。南翁啊。哦，你用我呢？好不允许，你好干噻。是泡能不允许啦。係啊，所以其實。上爱写这些强用啊，动外教，我是只想骂去教包苦。哎，来用你哎呦，你咪讲哦，很强壮哦，係嘛？今天都好教啊，冇咁冇聲哈。錯。所以電影咩辛苦嗎？真是，我俩下啲咧，以前看人有成嘢冇感覺哈，自家做爸爸，其實從未來到節目當中哈加白哈，你一擺去做爸爸以後來到節目當中，一場你上到冇強用，到了一份思鄉，正經有下思鄉哈，喺我目中風係思鄉當感痛，其實冇滿水冇水唔飽，冇水飽嘛哈，不過要按下嗰種性情用辦。都很不真實的感覺，我唔知有冇講，因為從就是看機一直看到跳擺一家，從講哎呀，因為大家全部講佢讓我寫些東西用球，所以我就覺得哇，有春下嘅感覺。哎呀，很驕傲哦！係啊，真嘅看起來。一感同哈，直到生命當奇妙。好，了解新手爸爸喺啲安養人嘅氣氛當中，咁了解做5年嘅爸爸咧，你睇來讓上勞動場咧？會嗎？會啊。其實老基嘅布用很好窮，因為基布用係好動匠嘛，是他兒子也是蠻清秀的。但我覺得他有一個階段，就是小孩子他階段性不太對，他會變。他一出生的時候，那個護士抱給我臉，像我爸。哦，隔代哦。對，像我爸。結果長了，過一段時間，又像我老婆，但是又有一些表情又像我，這樣，就蠻有趣的啦。講起來是冬天嘅哈，係啊，你睇看見安。做爸爸有水唔飽哈，哎，你狗該帶團的啦哈。對啊，一個階段。我上次去他家，我就直接一開門我就問，你們誰理智線斷掉過啊？他老婆就說他。因為他做手術之前，就是我們2個一起顧，對，然後一起向下吐的是這是。我聽的是文機所以兩三年要學輪流啦。咁你下去休養，因為其實成日按時哈，人生行下衝人嘅路，基本嘅身體條件也好啲，嚇，然後佢照顧也好啲。咁你一個做你老公嘅，做你阿爸，當然鏡頭要難硬啦，嚇，你開起來。真是。咁個王牙哈，咁個嘅腳包骨哈，然後腳用個啥？所以沒辦法，應該是希望重構不一堂啦。常常會唱一些亂七八糟的歌詞啊，像因為佢嘅名很多祥成，然後其實客家話叫做凶心，所以就動窮胡蘿蔔嘅
很伤心这样，伤心，所以是咯。你安去搞到很难惨，那个下巴，你是讲吼，爸爸啦妈妈土生叶动态冇穷用，爸爸土生叶是动好咩啥生叶，好，该龙凤呈祥的呈祥，电脑过来按到祥成系吗？好，该你讲祥成，哇，又吉祥，按好的命变到。伤心，伤心。你按有为翁啊写过吗？有啊，因为其实始终都爱脚本爱看嘛，所以应该是想讲从一条本去夹水的一条歌曲，就是算是摇篮曲的。跟冇咩啥记的啦哈，有一问有的呀。好，今日伫节目当中吼，送问大家聊聊歌曲，安得哦。翁啊，声音都叫得上哦。好，来唐英唱歌。好。写一条歌本意，创作的无尽桥啊。翁啊，嘿，最后老爱讲解放。猜你的名甲论念，看到跳摆开一家。翁啊，是这暧昧老你汹涌的叫啊。难念你绕啊绕，突念你讲啊讲，水吧，夹夹水涨袂太阳，莫惊，爸爸陪着你。水吧，洒水涨袂过啊，莫惊，妈妈陪着你，让爱陪着你。哇，真紧唱起来，嗰种嘅爸爸嘅爱。是有感受到的，好是希望可以能成嘅睇，错，希望佢睡好多啲，也會生到好啊，要感動呢，大家要感受到冇？係啊，我自家要咁講，因為我天嘅成日我來一樣89張年，可能是看佢睡夢嗰時就，噓，唔好吵佢，關佢睡，又咪歌，又咪睇，看佢睡夢嘅時節是水水等一下的時節，當時我漸見咪冇，我係咪見跳漸昂啊？強陽嘅心情啊，嗰度5歲咧嚇冇強陽咧，因為當要上班嚇為表達自己上愛，冇愛喺個生氣為了有人家會頂嘴係喎，會跟你講道理。當學機用講道理，咧係當學。最近有一件事情，我覺得我自己覺得。太神奇了，就是有點太快了，你知道嗎？我跟他在家裡面打電動，我們玩那個馬里奧兄弟。那因為我跟小孩子玩，那小孩子一定不是一個很棒的隊友，他一定會害你嘛。豬隊友，他一定是，對他一定是豬隊友嘛，他一定會害你，去碰到烏龜啊，還是怎樣就死掉這樣。然後我就玩我就覺得很阿雜，就有點玩得不太開心。然後後來死掉，我就跟我兒子講說。我不玩了，我就把那個搖桿把它插回去，然後我就到廚房去，準備要喝啤酒之類的。然後你知道嗎？我兒子就跑過來，他說：“爸爸，你不要難過，我們一起加油好嗎？”哇！他竟然跟我講這句話，好暖哦。他有點，那時候我有點嚇到，太超齡了，你知道嗎？後來我因為他講那句話，我開始反省自己，就是因為我們有時候都會教小孩子，就說這只是個遊戲，然後不要太認真，也不要輕易放棄。對，所以我反而是我兒子跑過來提醒我這件事情，然後我在睡覺前就一直在想，對啊。
我好像玩游戏的时候不应该太认真了，对小孩子太认真了，就for fun就好了，就是对啊。所以看声音其实像看讲的可能会有很多的收获。对啊。刚弹机从个我你有没有像叫的啊？我看弹机的故事，那时候哇。真的小孩大好快哦，然后这样子真的很暖的感觉。好好把安养两张耶，不是这样，还有东东西给很多惊喜啦。对，他突然出现，你就吓到这样。系啊，咁应该同佢唱歌，你咪有一条歌叫《宝宝歌》，对，宝宝歌，咪嚟唱一下，咪送温大家好吗？快睁开双眼，看看。这世界，用你每一寸脚步踏遍我的心田。我会守护你沉睡的脸，永远。虽然现在记忆终究幻化如烟，你是梦想我延续的每一天。希望你快乐长大，希望你健康长大。这世界太多嘈杂，不是你能想象的啊！不要被旁人眼光限制你所有梦想，好好的睡个好觉是幸福啊！呢种野爱的欣赏吼，等下转到节目当中来，继续同两个还有催化嘅爸爸而分享，记得嘅音乐，还有记得做阿爸嘅心情哦。慢慢活，减几台，用心来活长。慢慢过，减几来，本意来从容。风来咧，强强飘，强强飘啊飘。天灵从线并之绕，思中自容台飞出去，浩然还有一条线，梦天看起每个来入梅，你了一一人一个，就为修来修修线，思乡来年会吞线。看线只要背来去，黑妹天来风飞出去，来唔到也黑唔中。看线只要背来去，黑妹天风飞出去，飞到天堂看天空，黑妹你做得落地。相牵只一条线，心牵不是一条线。當感動呢，大家聽下標誌啊，係咩咯 ？Rita 強強感受到嗰種嘅，無論係有嘅心情，亦係講你起點表述嘅心情嗬，永遠你心肝都是吊掛的咯。再次咧分享兩位爸爸，從位韓國師兄，哇！剛剛我聽你從了歌曲嘅時間，
我只被跌出来嘞。有没有写那条歌曲？其实那条歌曲是我阿婆老我阿爸的故事。因为我阿爸去是去外国读书，转了以后是伫学校教书，后来因为佢伫外外读书的时间是身体是可以是唔好，后来是转到台湾以后是就是健康就每况愈下，后来弟弟的半百的时候，就他50岁生日那一天就也刚好离开，是安度后，对，就是所以可能阿婆原因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嘛，所以该是这是我的姑姑，她就又下一条肉听，对，就是用现成的曲，然后来谱自己的词，就说希望你下辈子和走得走一家人，那种故事哈，后来我妈妈是老那故事写下来变做那条歌曲，所以我始终我从那条歌曲的是我想到我这个阿爸，我阿爸其实我伫我辈唱歌的时间我还蛮可以去创作，其实会。让他讲，钟伟，你有写，你有从安都，你从歌曲，你咪做啲写自己的心情写下来。所以阿爸鼓励你，係你係台北呀？係，我係台北，所以你創作。錯。後來是我寫了條歌曲本其實是到動有意義。係哈，尤其家唱到係咩？想欠的唔是一條線，想欠唔是一條線，信欠是唔是兩條線的。哇，真係安用嘅，你做咗愛人吼，心肝都永遠想到是你的子女，尤其做爸爸，雖然做2張嘅爸爸，我阿喊闺女哋睡冇，因為看到幾時會係咪要睡飽，係咪食飽，讀書會痛嗎？會尿血嗎？你下睇到走嚟走去講講不對到嗎？去老輩讓你好好相處嗎？全部安嘅心情呢？佢地都講到重修2件事，我知道係做爸爸媽媽動態嘅功課。對，應該係先來同學長講啦，哈。你知道做爸爸媽媽做爸爸啦，哈，有扮演嘅重修。我覺得還是很難啦，就是因為我們都知道這2個字，但是真的要自己能夠做到100%這樣子，很難。對，就像我們應該最近遇到的放手這件事，就是他去念書，去幼稚園。對啊，那因為在念書前，他24小時都跟你緊密相處，然後結果突然有一天，你要把他放到一個陌生的環境，然後他不在你身邊，然後那天我就反而會覺得，其實你不在，我也蠻寂寞的。哎呦，嘿，該種會難為一種情感的哈，反而是我們在依賴孩子了，也感覺對，有一點，然後就會偷看他到底有沒有在好好上課啊？成績又好嗎？又乖嗎？好又不影響嗎？對啊，但只有前面2天了。要不然是個自由嘞，係嗎？對，看他玩得很開心，有沒有？你是放心咩？對。該想是想做樣扮演的爸爸。我嗎？我其實一直很想要，希望是說未來，不管任何一個人問我兒子。說，你覺得你爸爸是一個什麼樣的爸爸？我都希望可以得到答案，就是說，我爸爸是一個很酷的爸爸。酷，對，很酷的爸爸。因為我不太，因為以前可能上個世代嘛，所以那個爸爸的形象對我們來講都是比較距離比較遠的。對，然後有一些長輩啦，有些對我們在成長過程當中，他有些言語也會對我們覺得說，幹嘛還要講這句話？例如說我們在玩的時候，你玩這個幹嘛？這又沒有什麼，一直都沒有什麼出頭啊，對啊，你念書有這麼好就好啦，之類這種話。經常會鼓勵你去認真讀書，去電腦講解的。對，我會覺得說，那你講這個好像沒什麼意思，這樣。那所以我小時候就會希望說，我未來我成為大人的時候，不要變成這樣的大人。冇定音腦呀。對，就是我會希望說，我是跟得上我
我小孩这个世代在流行什么的，我可以跟着他们一起成长的，而不是我一直留在我的世代里面。然后当人家问起他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哦，我爸是一个很酷的 daddy 这样子。哦，係啊，哈，佢家講到嗰時候，本題家看，你係時常佢來畫爸爸的畫像，4歲是這樣，畫得不錯耶。我也覺得畫很好，而且那天我是在客廳，我說，伊恩你來畫一個爸爸好不好？他就隨手畫，而且哇，這神來一筆，這我自己都蠻喜歡的。結果就刻骨銘心啦，刻骨銘心。所以佢楊柏英總啲麼？他真的把它烙印在他的心裡，不能才給他看一下，好不好？現在嗎？要露肉是不是？佢真嘅烙印啊！你看，哇，這個是 tattoo 刺青，對，刺青。你有塗給考刺青嗎？對，我在刺的時候，我在刺的時候就帶他去，對。哇，不給全場又全程看，但是因為刺胸口太痛了，我說。伊恩，你不要碰那個床，你不要搖。我就專在呼吸，然後就畫刺完之後，我就沒有再理他。就畫刺完之後，看到奇怪，為什麼他在旁邊不會動？結果他睡着了。不過給挺超印象動情，因為原來他的畫，爸爸這麼愛到刺在身上。好，呢係一種表達愛的方式啦，哈。係啊，該從尾你下嘟嘟做爸爸哈，你想話變成楊柏英的爸爸？其實一開始是當上個兒子來兒嘛，因為做啲老機強下打 Q 啊，強下做朋友那樣的感覺。因為啱咪係當就是也不是說很嚴格的，我就是可能就是當白臉的那一個，錯，所以希望沒希望佢。就是平平安安長大就好，沒有說特別想。像是我剛剛講聽世強分享，覺得哇，那我覺得這種老爸也是蠻不錯的，蠻酷的。所以你想當我兒子嗎？哦，應該老人家可能會講哦，冇同小子哦。當然我做呀，那個界限我拿捏好啦。所以兩個都會講來啊。哦，怎麼沒有您講的前世情人？回來可能冇啊。接下來希望會有冇啊？係嗎？錯。哇！現在還沒辦法想象會是什麼樣。好，兩個成日嗰時候問愛咯，非常無限。不過咪加倍的幸福哦！好，等下到咗咧，其實我同大家分享爸爸經咯。依然不會改變，係你對愛嘅愛。該送不出下戀愛係你嘅全世界，總係盼定愛轉落，該上重點你對愛所有嘅愛，總係定愛歸落。唱起來意浪漫呢，好，不過我要唱到梅萍萍嘅名言類，我係講當作寫本情人嘅歌曲哈。你係咩寫一首嘅當定義下係誰同嘅？其實作詞是我另外一個朋友寫的，那他其實對象寫的是狗，但我自己本身的話，以前是養貓咪的。哦，對，同樣啊，為梅萍萍啊，定義啊。差不多啦，對，但是狗的話會比較強烈，因為仲偉有養狗嘛。錯，所以應該是，老一翻譯的其實是
上到爱自家学的吉也叫狗啊，就是很有这个感觉，因为真的他就是在拍人嘿，所以他就是随时要你摸他。都等一下，没有，所以你下是想佢有够巧哈，你是佢嘅好 partner，你要攞佢翻做行業。嘿，還有唐公，你係佢嘅課語指導之上咧。他是我的講啊。不過開始，我就先錄一個版本本佢哈，來講你錄音如何，你講全部愛躺，他就沒傳給我，他就直接就發現了。你說完成之後沒有？完成之後，好像是哦。我要再幫你矯正一下，你就對啊。好，跟住節目當律師哈，合作好是要多來溝通。當神奇呢，所以你一條歌曲好是寫動真實的感情啦哈。其實你係講有學等於寫嘅小動物。該係哪一種愛？你啊，情動音是講可能忙有生意的時間，可能就是養個狗狗啊、鳥兒啦，哈，配點你咪配點機啦，哈，走盼的感覺。或者是有些人生不出來之類的，有動到總會可能嘛，哈。該你下是變做你自家，你的寵物就是我們的寶貝，你的生意呢，錫機呢，你是用心來栽培機啊。係啊，你下完全做咗以後，嗰種係心情是冇強樣，所以啱同佢哋2-3年嘅合作都已經有幾久嘅。差不多有6-7年咯，因為一開始應該是西宗親為是想讓愛填修變 Q， 所以佢前面填修愛動到，愛做安多客家音樂台體嘅佢變 Q 嘅。係啊，佢讓你變 Q， 你讓佢吃飯做客家話，走用電吉他。咩最近啊？因為而家咩最近人可以是客話是講好長對嘛。你專心做一代啊，做主動。佔到主動地度，主動去你個講什麼？喊啊舞，喊啊唱。錯。當好呢，所以2-3年合作當好，咁你也有做得喊啊都係爸爸經的經驗交流啦。好，易幸福。咁你嘅節目呢，一定要有一張問題啦。問你愛問你答，請教2屆新手爸爸1屆新手爸爸，1屆5年嘅爸爸，2-3年對你哋1屆嘅爸爸講父親節到咧哈，要上來送本佢哋嘅歌曲，因為2屆音樂人嘛，一條歌曲送本爸爸，你哋會上來送咩歌？因為應該爸爸動好重構嘛，所以應該送一條異動的心，因為佢係民歌時期的人，所以佢始終重構每重一條歌曲。我覺得從小聽他唱這首歌，我覺得哇，動好聽，佢沒有重一條歌曲打到天明。哦，我聽一條歌曲，我聽有彈過。該師兄呢？其實我很怕接觸到這個主題，因為其實我自認為啦，我小時候跟爸爸的關係不是很好，對，但是我還是愛他的。那如果我想到說要送他一首歌的話，我只會想到一首歌，就是陳奕迅的一首歌叫《單車》，對，廣東歌。但是他最後一句話就是這樣寫的，就是說，就算這個世界，抱怨我很壞，很怎麼樣的，但是只有你可以承受我的狂還有野。哇，對，我就只有記得這句話，我就是對，儘管我小時候再怎麼樣的糟糕什麼的，但是你還是能夠承受我的狂跟野。哇，該你按講你還自己做爸爸哈，跟爸爸之間的關係有沒有修復？也還講兩個人之間有沒有比較親密一點？是因為有兒子，所以小孩子會扮演一個比較像潤滑劑的角色，對。但是其實我爸爸就是比較少講話，所以還是。還有當到係事件，還有當到係事件。那個試想有一條歌曲很多路，他就是寫說帶着爸爸帶着自己走這條路。你怎麼都一直在幫我打？因為我真的很喜歡試想的歌曲啊，每希望去走得夾出去中轉先。期待哦，真的期待。係啊，咁當然根本嘅哈，除了2位音樂做暗號，但爸爸間呢，當然你今日準備。從尾叫你 call out 嘅爸爸了，很個好，然後爸爸講對話啊，哈，表達一下，因為要不看
过生日的情感都动好，感情很紧密，家庭很幸福。好，安妮莉亚，当你打电话问爸爸，有准备啦哈？有，因为冲水好，那冲水有吧？冲水应该我就视爸爸为我自己的偶像。你好。爸爸。有。强讲你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今本日先祝你爸爸节快乐哦。好啊，谢谢啊，大家节快乐啊。我来讲你係佢嘅偶像，佢有冇會讓你講？好，爸爸，師兄姐姐雖然講愛是師兄讓你講華語啦，係冇師兄講客家話，其實從愛追求做音樂啊，還有頭部用啊，還有結婚啊，然後賣新物啊，全部係愛爸爸讓佢天數動，所以愛真是唔知愛用扮音來揮霍一種感覺，所以係恩親係錯，所以真是都希望愛爸爸也祝爸爸父親節快樂。你用你聲音來要好爸爸，要一句話送本你哋按有才華、按優秀嘅來嘅，你哋做阿公嘅呢，要買話老佢講嗎？謝謝啦哈，這個來我們第這個來會做嘛嘅事情哈，然後再來這個頭部用，然後生個小孩，然後成家立業，做父親嘅人全部當份子啦。按時候要先就按呢個隨份嘢改，然後父親節嘛，做父親嘅同全世界嘅父親全部平樣，全部為咧後生做大事情。做好嘅事情，要學音樂，要做音樂啊，做來轟轟烈烈啊，做最大最好，你係咁想啦哈，謝謝你哋來。希望重輝爸爸父親節快樂，希望你。哇，唐爸爸係很多期許，我搞了。所以因為真是動心夢嘅爸爸。係啦，哎呀，永遠要20隻字啦，哈，恭喜你，恭喜！我想最尾呢，不讓大家看到哈，你下試想自家做爸爸，佢來啊，根本一上節目以前送俾爸爸嚟發哈，表達你祝你父親節快樂哈，每讓你嘅爸爸時間越久哈，父子嘅情感越深厚哈，今日再次。希望兩位爸爸父親節快樂，繼續做好台音樂本大家哈，希望今日咪感謝所有朋友嘅收看，再次祝福大家當日是幸福快樂。等下繼續聽你先生咧做運動了，講嚟了。